唱一节就好。250。兄弟对天顶而乐意，见书家有几句，那天官的言是地天何更，日月之时弄得。老母早带囝儿，134首，咱唱一节，咱着准备心，三甲来敬拜主。这是要开始今日的礼拜，请大家把手机切到静音也是震动。
来啊，咱着唱歌，阿罗上主，咱着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歌，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只是咱做伙用圣诗250首，着阿罗上主，着阿罗主上帝来敬拜伊，用全首，请起立。这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至神全能的上帝，当阮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来学乐你的名，孝念你的慈爱甲恩典，恳求你用你的阳光看顾阮，互阮伫你面前有安静的心，专心虔诚来敬拜你。大权能的上帝啊，阮到你的面前，承认阮的过失，各得罪你，独独你知阮的歹，常常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阮亲像迷失的羊羔一样，主啊，求你施恩伫你的顶面，伫阮的顶面，带领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过。求你的圣神伫阮内面清洁阮的过失，互阮有清洁的心、定义的灵来跟对你。阮的主啊，
愿你伫母亲节的日子，特别纪念阮的母亲。愿伊那羊仔领到草埔溪水边，领受你的疼甲祝福。阮感谢你，赐阮母亲的疼，一项上特别的疼。圣经记载，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毋忘，凡事吞忍，忍爱永远袂无去。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母亲的疼，就是这款永远袂出来的疼。阮感谢你，赐予阮这款永远的疼。主啊，阮将教会中所有的母亲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纪念因所付出的一切，祝福因有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母亲节快乐！主啊，阮感谢你，伫遮设立你的教会，互阮有敬拜你，甲服侍你的所在。早，阮将教会逐项的事工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引带看顾，特别为着建堂的事工，敲找你的旨意。祈求你的带领，为阮找到未来20到30年的事工的重点，为着你的旨意来重新建立教会的硬体甲软体。求你看顾引带所有的同工甲备班，阮也将所教主日学的事工。求你的引带甲祝福，愿所有主日学的事工，拢会当宣扬你的福音，荣耀你的名，也毋忘照着这的事工，互济囡仔、家长，拢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嘛有互搁较济人有机会来明白你的恩典。来荣耀你的名，上主啊，阮从教会中身体软弱有病痛，你恳求，特别为着林素儿姐妹、吴颖珍的母亲吴雪梅姐妹、李富雄弟兄、黄冰莹姐妹、徐英莲姐妹，甲吴明达长老的，甲伊的妹妹吴美惠姐妹。你恳求，求你透放因的病痛，坚固因的心志，在你的恩典中渐渐的康复，会求你看顾安慰因的家属，来陪伴中明白你的疼，甲满满的恩典。这时，主啊，阮将礼拜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引带。阮感谢你，求你开阮的耳孔，甲心灵来听牧师的分享，你的话语，甲你的旨意，会当互阮明白，教示阮行在世的日子。阮感谢耶稣，俄罗耶稣，带阮做伙用你教示阮的祈祷讲。愿天年的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执行，伫地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我的人。互你互阮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天
时咱来考印，今日考印文是出伫考印文37篇，嘛是箴言23章。我来考，请大家印。我的囝，你的心哪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我的喙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面毋通形现歹人，着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五望。你的五望袂无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你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买真理，毋通卖。嘛着买智慧、教师甲能力。正直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这是要来讲读圣经，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出自箴言31篇31章29甲31节。我用台语汉语本先来读一解。富人人好德性会真济，毋过你上好。外表好看是虚假，水嘛是空空。毋过敬畏上主的富人人会得到呵乐。伊的手所做的成果，就甲伊肯定。伊所做的应该伫公众面前得到称赞。我阁用和合本来讲读箴言31章29到31节。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魅力是虚假的，美貌是虚浮。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她手中的成果，你们要赏给她。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今日林耀新牧师要用家庭的冠冕来分享，时间到互你。还没唱歌啊，是嘞，我跳伤紧。今日要来学乐的是青少年甲主日学联合诗班的，好，小朋友要唱的是妈妈甲阿哥哥。
愿以水的歌声，当达到上帝迄边，嘛祝母亲节快乐。今日要敬祷的是本堂的牧师林耀新牧师，伊要敬祷的题目是家庭的冠冕。兄弟平安。拄咱咧听主位咯，甲青少年因咧唱的诗歌的时阵，毋知影咱会想着讲，咱是啥物款的妈妈？到底咱是迄个玫瑰花的妈妈，是迄个白兰花的妈妈，向日葵的妈妈，是迄个青菜豆腐的妈妈，搁安尼家里鸡肉，可能每一个人，互咱的囝儿时势，迄个记忆内面，有诶老母伊可算讲囡仔伊会想着讲，妈妈定定会煮啥物货互人食。我想可能吴老师伊的查某孙吼，拢会甲伊订一项叫做家里饭，所以吴老师可能是家里饭的妈妈。咱今仔日是母亲节，咱特别伫咧安尼，伫咧一个主日内面吼，为着所有的母亲来献上即个感恩甲着祝福。无论咱是安尼生养儿女的，是咱去抚育他人，或者是咱是迄个别人属灵生命内面迄个。伊的属灵母亲、父母的迄款安尼角色，伊拢安尼会用讲承载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这位母亲是家庭的祝福，嘛是规个迄个信仰迄个传承的迄个桥梁，会通讲是咱每一个老母拢是家庭的冠冕。所以共款就算讲咱有个人无结婚，也是讲咱无有咱的囝儿时势，但是因为你诚侪人的属灵的伊的老母，你就要诚做迄个家庭的冠冕，你嘛会诚做教会的冠冕。所以咱。透过咱伫咧安尼咧庆祝母亲节的时阵，咱会通好搁一摆来去想即个节日对咱的意义。但是咱嘛要安尼来讲，就是讲，如果咱安尼伫咧咱安尼讲是迄个互妈妈二代或是遗弃的孩子，安尼。有可能咱伫咧年轻的时阵，咱有侪即个安尼经历着真侪遮的痛苦。安尼母亲节对咱来讲，检采可能是痛苦的回忆，会比迄个祝福的迄个回忆较侪。有一句话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咱要问的讲，敢真正是安尼？伫圣经内面会通看到一寡不是的父母，伫咧耶稣的即个族谱的内面，有几位咱会通讲是迄个叫做有问题的老母，第一个咱去想到的，可能伫咧创世纪一开始就是即个撒拉。撒拉伊的问题是出伫咧伊违反当时的社会规范。什么款的规范？就是伊拒绝承认伊是玛利即个大囝的名分。伊驱逐即个夏甲夏甲因的母仔囝去到伫旷野去自生自灭。但是咱嘛要搁讲倒转来，就是讲即个撒拉伊会安尼做是为着啥？为着伊的亲生囝。以撒，所以咱会通看见，虽然即个老母若像小可有问题，但是伊犹原出伫疼，
只不过是迄个疼，较是属伫咧较个人的、较自私的。吼，第二位，咱来看利百加。利百加伊，咱伫咧圣经内面看见伊的角色是啥物款一个角色？咱应该第一个印象，伊安尼较溺爱，也是讲偏爱啥物啦？雅各吼，伊较偏爱雅各。若认真讲，伊对伊的大囝以扫较无好，吼。伊强迫雅各欺骗伊的老爸。雅各原底本地无要欺骗的，伊教因囝欺骗伊的老爸，夺取以扫迄个应该有的迄个大囝的祝福，造成兄弟咱讲兄弟四强，也递到即个雅各，伊到尾伊需要离乡背井，安尼远走他乡，受尽伊的母舅，老班的即个欺负。第四到利百加，虽然圣经内面无记载，但是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利百加伊到死，拢无机会去见到雅各。第三位一个妇女叫拉合，这嘛是伫咧耶稣的家谱内面有出现的女性的名。伊是一个咱讲基督徒的妈妈桑，伊也经营即个咱讲细麻布的即个生意，对倒去看伫咧圣经内面讲到，伊的厝顶有放侪侪只制作即个细麻布的即个亚麻梗，所以咱会通看见讲，上帝咧使用人，嘛使用遮有问题的人，佫有啥物人？乌利亚的某，即个妇人人安尼，倒伊毋去洗身躯，伊去走去厝顶洗身躯，佫勾引大卫，互大卫安尼设计谋来害死伊的丈夫，所以即个乌利亚的某，拔示巴，伊伫咧原底本地记载拢敢叫做乌利亚的某，拢无叫拔示巴。伊甚至无被列在族谱的内面表示讲即个婚姻无合法。咱若用世间人的眼光来看的时阵，伊所生的囝所罗门若严格讲嘛是会用讲是叫做私生子的，毋是正大光明的。但是照着先知拿单，伊互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叫做啥？伊的弟弟我毋知咱有注意到即个名无？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疼。所以，咱会通看见讲，尽管即个耶稣基督伊的即个族谱内底有一寡即个咱讲有问题的这些妈妈们，但是上帝救赎计划袂因为即个即个问题的妈妈来受到影响。对创世以前，伊就定着好势即个祝福，袂因为即个问题的妈妈来伫遐来拦阻，直到即个祝福无临到伊的即个囡仔。因为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帝所创造，每一个被上帝创造的性命拢是安尼完全尊贵的。每一个囡仔会通讲，拢是伊弟弟记哩，咱伫咧创世纪，上帝伊伫咧创造每一项，伊了，伊拢讲好。所以伫上帝眼光内面，不管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伊过去是一个啥物款的情形，伊伫啥物款的一个迄款安尼的安尼就算讲安尼无真好势，但是伫上帝来看，每一个拢是伊弟弟上帝迄个专灵，伊会保证伊为着每一个伊的即个伊所听的即个囡仔一生的计划迄个好的迄个安尼拢是安那计划好的即个听甲祝福，拢会临到每一个囡仔。所以咱伫咧圣经内面敢讲拢无，敢讲无迄个死的父母。
刚刚在咱讲无不是的父母，不是的啊，有没有是的父母？啊，有。伫咧圣经内面嘛，提起着几啊位安尼被称赞的遮个老母啊，有啥物啦？啊，咱若对旧约开始看的时阵，可能咱会去想到摩西的老母啊，约基别。这位老母啊，伊勇敢来违抗法老的即个命令啊，将摩西创3个月，后来安尼已经无再条创啊，就将摩西来放喺即个安尼，咱讲即个篮仔内底啊，安尼咱讲放水流，期待伊会通安尼性命会通来得着我。无拍算，上帝伫迄中间做一件奇妙的事，就安尼，互法老的查某囝来安尼成做摩西的养母，佮伊的亲生老母约基别成做摩西的儿母，来将摩西甲养大汉。这是一个上帝咧使用真特别的一个例。第二个，咱会去想到的是，伫咧旧约内面，即个拿俄米，一般咱会去想到讲路德，但是我怎么想到路德的大家婆婆，吼、伊即个做人的婆婆，伊失去丈夫，甲着伊的囝儿了，拄着安尼款安尼悲惨的境遇，但是伊所想的是为着伊的新妇来去做拍算。上落尾即个安尼拿俄米安尼嘛得到上帝祝福对路德来得到一个囝，来延续因的咱讲因即辈因即个家族。佫有啥物啦？迄个撒母耳的老母汉娜。撒母耳的老母，伊原底本地未怀孕，后来安尼，伊伫咧上帝殿里伫遐咧祈祷，甚至祭司以利讲，恁莫搁伫遐咧酒醉啊！但是伊伫迄中间来向上帝祈祷，祈求会通来得到一个后生。伊搁伫遐讲，你若互我就将即个囡仔来安尼服侍你。这个安尼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这个囡仔，这个老母伊就伫咧囡仔长大了，安尼就照伊对上帝所讲的、所应允的、所许诺的，伊将安尼这个撒母耳归予上帝。佫有啥物啦？玛利亚，耶稣的老母，伊伫遐顺服着上帝，伫咧婚前接受圣神的即个安尼讲感恩，生落耶稣，佫会通讲伊一生安尼会通讲承受了那种身心的煎熬。伊伫咧还未怀孕之前，伊就爱互人用着无共款的眼光，讲婚前怀孕，一直到安尼伊的囝安尼互钉伫咧十字架顶，迄款的身心的迄个煎熬。上落尾，互我会阁想到另外一位，就是影响到伊的囡仔真大的即个幼年期。提摩太的老母，提摩太的老母幼年期是伫咧圣经内面唯一有安尼讲有关于伊的迄个，咱讲伊的迄个记载，是讲着提起着讲伊迄个讲单纯来讲纯真的迄个信心，传承互伊的囝儿提摩太。咱会通看见头前咱头讲的遐个老母，甲着即个后壁讲提起着即5位的即个老母，因有一个无共款的特质，就是头前的老母，因较属伫咧较一个自私的部分。因有疼无？有，但是迄个疼较属伫咧较自私的部分。但是后壁即几位，伊的迄个疼，安尼提升到伊是安尼，毋是干那疼
疼伊家己，伊是疼别人，甚至伊提升到伊是疼上帝。这个老母伫咧圣经内面不管伊是疼家己，是安尼疼别人、疼上帝，伊拢伫咧圣经内面用到一个词，就是咱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去提起到，叫做才德的妇人。我所要借着今仔日即个经言，咧描写着一位即个才德的即个妇人人，以及着头拄讲起即个幼年期对后代信仰安尼深具影响力的老母甲着提摩太的即个外妈因的迄个性命来看见一个虔诚的老母，因怎样去塑造因的家庭，来影响着下一代，甚至影响规个世代。咱会通对伫会通看见一个才德的妇人，照着圣经内面讲才德的妇人是家庭的祝福。伫咧咱今仔咱经文无需特别只有选3节。咱若有机会，也是咱即马手中有圣经，咱会通来掀开咱的箴言第31章，咱会通看见对第10节开始到着第31节，是一首咱讲颂赞才德妇人的一首诗。伊伫即个中间，伊伫遐安尼也要对安尼咱所有遮个做老母的一个，咱讲会通。对伫遮个老母会通讲一个极大的迄个鼓励，甲着迄个肯定。伊一开始伊就讲着讲迄个在着即个妇人人，伊啥物人会得到？伊的价值安尼超过保障。伫咧即段的经文一开始，伊就开宗明义伫遐讲起一位敬虔。有智慧的妇人人，是比世上所有的财宝拢搁较宝贵。伊是家庭内面一个无法度取代的迄个存在。咱一个真正安尼有智慧的妇人人，伊会甲一个家庭，就算讲即个家庭安尼真咱讲真清贫。但是伊悠然会将即个家庭来甲伊挺起来。我上会记哩，就是伫咧香港有一位过去真有名的一位应该是歌星，嘛是有做演员。伊娶着一个某，结果原底伊的迄个身家过亿，结果娶着迄个某了，就将伊的财产毁了，落尾手怎破产？咱到底迄个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妇人人？伫咧咱今仔经文一开始，伊就讲，迄个真正会通安尼人意爱要去得到，伊的价值超过保障。伊伫咧中间嘛去讲起着，伫咧经文内面嘛去讲着，讲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伊伫咧，伊无伫咧伊的外貌的顶面伫遐安尼来伫遐安尼来去做真济的迄个安尼追求。伊伫遐讲去讲，魅力是虚假的，美貌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迄个外在的水会安尼讲对着迄个年岁来改变。但是，迄个敬畏上帝的人，伊的心会互一位迄个妇女安尼会当讲散发出迄种咱讲属天的迄个荣光、迄个荣美。伫咧，咱会通看见着迄个安尼，如果咱用想象如果今仔日咱安尼。年纪已经到70、80岁哇！咱的迄个皮肤拢一点咬痕都无，搁安尼非常的，讲面白泡泡、幼咪咪。你感觉安尼的妇女，迄是啥物货？
比较像那个咱的古代的那个说那个啦故事内底的迄个妖嘛吼，拢没有妖魂呢。迄人的迄个皱纹是人的那种智慧的那个一个迄个痕迹呀、啊，拢没有一点点的斑纹吼，迄他变成老妖。但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伊无在意迄个外在的迄个美貌，伊干那伫遐唯一就是伊伫遐敬畏上帝，和是伊咱讲伊行事为人的一个动力，也成做迄个家庭其他的人的一个模范的榜样。所以咱会通看见一个在地妇女，伊伫咧家庭的祝福内面，伊怎样会通讲透过伊安尼敬畏上帝来远胜过伊的外貌较遮的虚浮。第三，伊伫咧中间，伊伫遐安尼真勤劳，伫遐安尼有智慧啊，伫遐来建立伊的家庭。伫咧经文的迄个第13、19到27节内底，啊，伊真细腻去讲起着即个妇人人，伊伫咧家中，伊伫咧厝内，伊安尼讲，伊安怎去操持家务啊？伫遐供应需要，安尼经营产业，佮充满着满满的疼，甲着怜悯，伫遐来关心着伊的厝内的人，啊嘛关心着伊的迄个咱讲送向人。所以这位妇女，伊毋那是干那母亲，伊也是一个咱讲心灵的导师，以及甚至是家庭的领袖，甲着迄个规个家庭的迄个祝福的管道。当我咧看到即段的这段的经文13、19、27节的时阵，我也看见即个经文的时阵，互我想到一个画面啊。这个妇人人，这个才德的妇人，她应该是比较像是民间宗教的千手观音。哦，哇，逐项拢要爱，逐项拢爱有法度。但是咱嘛认真讲，真正看见着咱的侪遮的妇女。真正因的性命迄个特质内面，哦，真侪查甫人已经拢躺平了，妇女还阁继续伫迄个中间安尼咪咪唧唧伫遐咧，安尼甲迄个家庭安尼甲挺起来。所以伫咧经文的上落尾，伊讲哪啦？伊讲他的这个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他手中的成果你们要赏给他，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其实在地妇女，伊是会通安尼，讲一位真敬虔的老母，伊安尼会伫咧伊的囡仔，甲伫伊的丈夫的心中留落迄个永远的迄个记号。伊的性命成做迄个家庭的迄个那种冠冕，伊的付出会安尼得到迄个公开的迄个肯定甲祝福。这也就是安怎咱会通看见母亲节永远比父亲节重要哦。父亲节安尼了不起哦，就请爸爸吃个饭，有的时候就神起来了，母亲节这个不可以因为事实上真正老母伫咧咱的这个人生的内面，伊对咱的迄个影响非常的大，毋那是干那伫咧咱的成长，甲伫包括着咱的迄个人格的迄个培养，母亲伫迄个中间有做真大的迄个对迄个囝儿逝世迄款安尼的迄个影响，所以咱会通看见一个在地的妇女伊是一个信仰传承的迄个影响的人。所以伫咧提摩太后书第1章内面去讲起着提摩太安尼使徒保罗伊伫遐对提摩太讲起，伊对伊的迄个勉励内面，伊讲起安怎？伊讲伊特别提起着迄个提摩太伊的信仰的迄个根源。伊讲啦，讲我会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什么人的信心？提摩太呢？提摩太伊的信心是纯真的信心。
那伫咧华语叫啥？无伪的信心，就是无虚假、无虚假的信心。伊讲即个信心是你的外妈罗伊，甲着你的老母幼年期大先有的。我相信现在你嘛有。所以咱就通看见迄个规个信仰，老母本身伊所展现出来，互影响着迄个伊的安尼儿女。所以，如果今仔日咱若看见咱的儿女，伊无活出一个应该有的迄款安尼的性命的时阵，安尼，请咱嘛爱好好来去反省，咱有互咱的儿女有一个迄款安尼应该有的迄个信仰的模范啊无？所以，安尼提摩太伊的老母安尼诚做迄个。提摩太伊一个真好的迄个信仰的迄个培养的迄个根基，所以提摩太伊安尼落尾手，诚做保罗伫咧即个宣教的即个过程内面，一个真要紧、真重要的同工，甲着诚做教会真讲年轻的即个领袖，是因为伊对细汉就受到伊的老母甲着伊的外妈用着安尼。种真诚种无伪的迄个款安尼信心信仰来伫遐来栽培伊，所以伊伫迄中间，伊会通伫遐安尼受到培养了，伊后来伊会通诚做保罗真要紧的同工。所以，即个伊提摩太的老母因甲伊的外妈，毋若是干那教导提摩太迄个圣经的财物，伊应该咱会通看出，伊是用着迄个身教来去用着，咱讲用着性命去影响另外一个性命。所以咱会通看见提摩太的老母幼年期，伊是安尼用着伊敬虔的生活，诚做一个安尼无声的教科书伫遐来安尼培养伊的囝儿提摩太。因为咱会通看见规个圣经内面无其他记载，只有敢若讲到。伊有即个无伪的信心，但是伊的信仰、伊的性命却活伫咧提摩太的心中。个安真讲迄个影响，安尼是持久的，佫是真深刻的。所以老母无需要高言大志。乃是透过着每一天的迄个敬虔的生活，甲着伊为着囝儿逝世的祈祷，诚做儿女安尼一生的印记。我上会记得我的老母伊时常甲我讲，伊就算讲伊即马安尼已经退休，安尼人伫咧台中伊游玩，为着伊所有的儿女来伫遐来祈祷。咱有当时咱会感觉讲我年纪老我无法度做啥物货啊。但是，咱唯一会通做的，就是为着咱的儿女来伫遐来，为着因的信仰，为着因的人生来伫遐来为因祝福祈祷。所以，弟兄兄弟，特别是咱在座咱遮的亲爱的遮母亲姐妹们，恁的祈祷。恁的信心，甲着恁的迄个模范，是比这世界上所有任何的这教育，甲着资源，是搁较搁较有力量，搁较有影响力。你用想想讲，你影响一个，伊有可能，你影响，不管是你的儿女是一个、两个、三个，当你只要你的透过着你的性命去影响着伊，后来伊有可能成做即个社会内面真要紧的即个栋梁的时阵，伊就伫迄中间伫遐来安尼成做安尼迄个一个力量，甲着迄个影响力来去影响迄个社会。所以今仔日咱会通看见今仔日台湾即马咱的社会遐尔混乱的时阵，咱搁较需要有搁较侪的遮个安尼有智慧遮个在地的妇女来去成做迄个影响力，去影响咱的囝儿逝世，互即个社会会通拿来拿好，互即个社会毋若会晓伫敬畏上帝，佫会通因伫遐
来伫遐安尼持守应该有的迄款的信仰，毋是干那伫遐用着迄个浮夸安尼虚假的迄款安尼的信仰来伫遐来表现，乃是用着疼心伫遐来教导啊！伫咧不管是伫咧咱的教会内面也好，是伫咧家庭，伫咧咱的社区所做的服侍。互咱伫迄中间，伫遐来建造一个属灵的家庭，是一个会通去影响世代的迄个家庭。所以牧师也要伫即个所在来鼓励咱所有遮众兄弟，咱会通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会通安尼，成做迄个伫家庭内面一个坚定持守信仰的一个力量，佫会通安尼。鼓励咱会通安尼用着智慧，甲着疼心来引带咱的儿女。迄个儿女毋是干那咱生的儿女，包括着咱的属灵的儿女，用着祈祷来去托住咱的家庭，甲着咱儿女的未来。伫咱的生活内面，咱会通有安尼迄款安尼的迄个信心，用着迄个单纯的信。咱相信上帝会互咱伫咱的一生，咱的劳苦，咱讲没有突然。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伫咧面对今仔日，特别是母亲节的时阵，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去想，咱毋是干那只有来伫遐来庆祝母亲节安尼尔尔，咱会通搁一摆来，互咱搁有一寡的挑战。咱要怎样成做迄个家庭、迄个信仰的迄个，咱讲迄个根基的所在，甲着迄个，咱要安怎用着咱的智慧，甲着疼心来去引带咱的儿女，互因有一个真纯正、真纯真的迄款安尼的心。我用着祷告来去托住整个家庭，甲着咱的儿女的未来。如果咱有安尼迄个信的时阵，相信上帝袂互咱会着磨，咱的劳苦都不会是突然的。所以弟兄兄弟，上帝互咱的一生安尼，伊安尼为着咱一生的即个祝福的计划内面，其实嘛有包括着苦难，是因为咱伫咧面对着苦难的时阵，才会通互咱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因为当咱伫咧顺境的时阵，时常咱会因为顺境抵到咱伫遐渐渐来离开上帝。但是咱的即个一生的即个计划内面，即个苦难有一寡是因为撒旦借着人的罪来造成的。亲像耶稣伊所讲的迄个。咱讲皮仔、马仔甲皮仔迄个故事、迄个比喻内面共款。伫咱的生命内面，虽然有皮仔，但是马仔袂消失。就像我头拄所分享头前迄几位的即个咱讲有状况的遮个老母，甲着后壁迄5位安尼的老母共款。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拢共款有马仔甲皮仔，但是即个马仔伊袂消失，所以咱应该伫咱的生命内面，搁较侪来去安尼去数算，伫咱生命当中的那个麦子，对焦在我们生命当中迄个咱主对咱的迄个祝福的顶面，无搁去互迄个皮仔去影响着咱的生命。所以有可能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所经历到的一寡遮个困境，遮个互咱感觉真痛苦的代志，亲像有个人，伊是检采是父母离异，直到因安尼，有个人怎决定讲伊无要结婚，因为伊感觉讲即个父母离异，直到我伫咧迄中间，我感觉讲安尼即个婚姻是无好的，直到伊伫遐，伊怎产生了伊内心一个内在誓言。这就较亲像咱要将迄个那个稗子拔出来一样，结果咱伫咧迄个在拔稗子的过程当中，也伤了麦子。所以当咱
有法度去聚焦伫咱的生命内面，迄个上帝对咱的迄个祝福的时阵，咱就有迄个机会，真正对咱的心底去疗愈迄个伤害咱的，不管是咱的父母，还是伫咧咱生命内面迄个伤害咱的人。咱毋是伫迄个中间去合理化这的伤害，然后，但是咱要伫迄个中间，咱来求问上帝讲：上帝啊，你照着我的父母，也是我所拄着这的伤害啊，你到底要传安尼什么款的祝福来互我？就是讲，我今仔日我拄着即款安尼这的代志，不管是对我的父母来的，还是对伫我的任何这的伤害。但是，伫咧即个过程内面，主你要赏赐我什么货？你要互我伫迄个中间来祝福我什么货？咱就会通伫迄个中间来确定，伫咱安尼的人生内面，无有人会通安尼讲拦阻上帝对我们的爱跟他的祝福。安尼，咱的心就有对上帝来迄款安尼迄个属天的迄个平安甲喜乐。所以，弟兄兄弟，伫咱今仔日即个真特别的日子内面，咱每一个父母，咱犹原需要来向上帝来求上帝来甲咱提醒。伫咱伫咧养育咱的囡仔的过程内面，敢有对咱的儿女造成伤害？若有安尼，无论咱的囡仔已经偌大，咱拢会通来向咱的囡仔来甲伊讲道歉。互上帝听，会通搁一摆来医治咱，也医治咱的儿女，互因会通有一个真正感恩的迄个母亲节。伫咧头段牧师的分享内面，咱也会通了解到，迄个老母毋是因为社会的称赞来至高伟大，乃是因为因伫迄个中间，因为因敬畏上帝。因用着因的生命去影响安尼家庭，来安尼得到尊贵。所以，搁一摆要伫主的内面要来祝福咱所有伫咧主内面的这个母亲节，母亲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恁，愿恁会通对上帝得到对上帝来的安慰、甲能力，以及迄个喜乐。来充满伫咱所有每一个兄弟，咱特别是咱的这个老母，因为恁拢是上帝所赐予家庭迄个上水的迄个冠冕，所以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去亲像牧师头仔所分享到的，咱伫咧中间会通来去搁一摆来默想头仔牧师所分享的，咱是毋是有看重搁尊严咱家己的老母，伫咱的生命内面。也是讲咱生命内面的即个属灵的老母，伊对咱信仰生命的迄款安尼影响，咱有伫迄中间来尊敬伊也无？第二，咱是毋是拄好咧养饲儿女？如果咱若拄好是咧养饲儿女的母亲，咱是毋是有持续的在祷告当中去托住、去鼓励我们的儿女？那我们作为一个母亲或是信仰的前辈，是否以敬虔的生活，甲着迄个智慧的言行，成做咱的儿女属灵生命的迄个榜样？第三，咱有愿意要怎样来去具体伫咱的家庭的内面，活出一个敬畏上帝迄个见证，互咱的生命成做家庭的即个冠冕。求主帮助咱，互咱透过今仔日所分享，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来心想，也搁一摆来去来立志，咱要怎样成做家庭真要紧的迄个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你赏赐阮人人拢有老母，阮的性命也对阮的老母。所出，透过着主你的恩典，不管阮的老母伫安尼，阮出世的时阵就是已经跟对主的，是也未，但是阮却是伫咧即个过程内面，
对阮的父母来领受对上帝你来的祝福。因为主你伫阮还未出世的时阵，主你就已经会记得阮，也塑造阮，也求主帮助阮，互阮会通安尼哪来哪搁较贤安尼认捌主你，哪来哪搁较贤安尼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特别求主祝福伫阮在座遮的做老母的。互阮会通成做迄个伫家庭内面迄个真要紧、坚定持守信仰的迄个根基，用着智慧甲着疼心来引带阮的儿女，甲着用着祈祷来去托住规个家庭，甲着阮的儿女的未来。因为主你的确无互阮的所有遮的着活来规日空空。你的确要安尼固守，为着阮来固守，特别你固守着阮在座所有遮的母亲，因所劳苦的，互因安尼所劳苦的，拢无几日空空，乃是对主你领受对你属天来的祝福满满，互你会遮的囝儿逝世，你的儿女会通安尼领受主你的祝福恩典了了。会通伫咧因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内面来伫遐来发光，来安尼为着主来荣光主你的名。愿你亲自做成你的心意伫阮每一个家庭，特别伫阮所有遮的老母的顶面，互因安尼对主领受对主来的祝福恩典满满。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求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唱归隐的诗歌，信息134首，老母早找囝儿，信息134首，老母早带囝儿，因专首，请起立。圣经来认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pedro人来受苦，建世界死埋葬落阴府，
第三日伫城中过我上天，打一个全名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冤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今日是死奉献主日，是要。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迄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阮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啥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咧。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是要来感恩奉献，请简秀梅甲吴承安。
伊是要来读本周的经句，请大家看周报第3页。今日经句是出自箴言第31章29节。我是用台语和日本来读，咱读2解。请。为人好德行的真多，毋过你上好。箴言第31章29节。有人好德行的真多，毋过你上好。箴言第31章29节。我再用和合本，请大家念2遍。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箴言第31章29节。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箴言第31章29节。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哈，是燕云的朋友张淑萍，他在外面。好 ，OK， 好，他是基督徒，我们欢迎他到教会来，大家有机会可以跟他聊一聊。那，不知道今天那个有准备？因为今天都是清燥剂在处理这些事情。咱请所有妈妈，所有的妈妈请站起来好吗？请母亲站起来。哎，好。外面有没有？外面也有。那边外面。谢谢这一群可爱的孩子，也谢谢，也庆祝今天的母亲节。接着我就来报告这个，今天是11奉献主日及母亲节的主日啊，我们都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也回应上帝的恩典，也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下一个主日呢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神学院派了那个教会罗兰教会的牧师啊。牧师来请安，请兄姐为本中原住民的神学教育来关心代祷。那第一堂礼拜以后，就下礼拜第一堂礼拜以后将召开主日学教育会议，请老师们准备心。那各自的问题我就不再重复了。那大家如果还没填完的，请到办公室去索取那个各自同意书，然后签名交给办公室。那主日学在暑假已经开始准备要办主日学的夏令营，那是7月7号到11号，那是5个全天呐，那每个人的费用是500块。那如果你在5月31号以前报名的话，早鸟价是350块啊。欢迎主日学。你可以邀请你的邻居的孩子，小一到小6的一起来参加，啊，因为每年有非常多附近社区的孩子，在暑假反正他们也没地方可以去，那就可以请他们来教会一起接受主日学的暑期营。好，那其他肢体的消息啊，那6月7号有一个那个联祷会的祷告会，在金鹰酒店
那想要报名也跟办公室报名。那妇女的事工我就不再重述，请大家自己看。好，那7月份还有2个中会办的营队哈，一个是7月1号到3号哈，新中校园部办了一个卡基玛青少年门徒营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卡基玛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是韩流风啊，所以跟大家讲一下。那你跟学青或者青少系的辅导这个报名哈，那到6月15号。那7月12号呢，因为我们基督精兵协会啊有支持缅甸的宣教，那广福牧师跟那个威仪宣教士啊会回国来述职，那他们在7月12号在济南教会啊会办一个联合礼拜，那有心的人也可以参加这一个礼拜。那最后一个是8月份啊，在立泽简的思亲儿中心啊，新中校园部有办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夏令营，叫做小马街门徒营。好，那因为立泽简教会也是马街出社的教会，所以有兴趣的可以鼓励孩子们去，啊，每个人1500，那报名到7月27号，那详情可以问主日学或者跟办公室。好，那不知道牧师有没有什么补充？没有，没有，没有。好，这是要来用信息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来上演，上演了，请牧师教导，请起立应全首。全能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因为主你的疼，想使阮每一个人拢有老母虽然有的母亲比阮较早离开有的抑阁安尼踮伫阮的身边，不管因伫什么款的所在，主你拢施恩赐福，照着阮遮的老母。来安尼将你的疼来安尼施落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互阮去经验着主你的疼。愿主你也来祝福着阮所有在座的遮母亲，以及伫阮无伫阮身躯边远远的遮的老母，互因对主你安尼得到主你的平安喜乐，来充满伫因逐人的心内，互因安尼一个劳苦一世人的过程内面，得到主你的疼，来安慰因，来保守因，来引带因过来的道路，互阮安尼对你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是你伫咧创世进前就已经安尼已经赏赐互阮的。阮伫迄个中间要来领受你的施恩赐福满满。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高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相合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
真济，灭倒避讳。